感谢有心哦，咱继续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昨半暝，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一个姓刘的所长，伫咧临检一台违规停车，怀疑讲车内有毒品，要求驾驶落车。这个驾驶塞车特别绕跑，过去弄死这个派出所的所长，是非常的恶质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，一定会为当日来争取上济的抚恤金来照顾家属，嘛呼吁讲司法来判这个歹徒当刑。初一透早，土城金城路边，两位警察伫咧查一台违规的轿车，驾驶煞熊熊油门水的车要驶走。其中一位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忠兴，双手扭着车门，互伊拖了几落公尺，然过车无慢来，还佫一直挖痕过落去，造成所长去弄着护拿，尾啊摔喺涂骹，当场无性命现象。虽然上边抢救依然救袂大。驾驶陈女出示证件时，遭刘姓所长发现疑似持有毒品，要求其下车受检。为陈女拒绝受检，并拖行刘姓所长至裕民路口，冲撞护栏，造成重创。刘姓所长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。赛车拖警察一个逃走的驾驶是一位姓陈的女性，警方查出伊是立管的毒品人口。迄当阵身躯顶敢若藏着毒品，案发了，伊走去土城一间名体美，警方摕股票甲人掠着，现场除了有伊的两个朋友，还佫敲出一包安非他命，还佫电子烟弹等证物。对于我们因公而造成死亡的流动性呢，会从优来细，同时。我们会对他们家属全力的关心协助和善后事情。做警察要加10年的所长刘忠兴，伫执勤的时阵不幸殉职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病去探视家属，并且讲刘忠兴是得到伊爸母的卡波，历来警戒服务，做代志正积极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只是爱严办追究到底，同时将就赴事。因若初一早起，检方也证言遗体伤严，到场的家属心情正沉重。再来将会调查刘忠兴的死亡原因，也会调查姓陈的女子伊拒绝临检的原因，一个伊是毋是借毒开车，全来是调向杀人罪嫌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